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仁爱乡的亲爱村，因为风台引发着严重的土石流，即卖加强的清理工作告一个段落。部落是希望政府会当积极、快速来整治放落来的山壁，避免未来再来发生着土石流的危机。进入灾后复原的阶段，你看部落后壁这崩山的山壁。在地人议员真烦恼，带伫亲爱部落的代表会主席洪文全，带记者来到造成即摆土石流灾害源头，土石已经将这个山沟吞平去啊！若无赶紧整治，后续的灾害恐惊无法度避免。那如果再下大雨哦，那下面抢救完之后，这个土石再冲下去，那又造成2次灾害。希望赶快这个区域赶快来处理。另外，离无偌远的台电高压电台下骹有规片的山壁崩去啊，已经威胁到电台安全。住伫下骹的人嘛是会惊。你的上面跟水塘上面还有一个水那个电塔，就压下来就不得了。部落人希望讲造成土石流灾害崩山的区域，相关的单位要赶紧整治，才会当互因安心重建家园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